为什么你的腰带会出现在师娘的床上？师娘是不是被你强暴的？我是被强暴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前不久我爹生病了，家里实在没钱治病，我就想着我从包子铺里偷摸拿点，我偷偷进了他房间。船子，小小年纪学会偷东西了。师娘，我错了，师娘，我求你千万别告诉我师傅，师娘。别怕，师娘逗你。你这个思想，你爹生病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跟师娘说。师娘啊，你别这样，我师傅。你师傅睡着跟死猪一样，发现不了。哎呀妈！我被强暴了。